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花莲吉安乡稻香村的滨高道，昨暝有小客车甲普悠玛火车相下浪。讲这个车主看到对面的棍仔已经落来，紧急打档啊，但是也是卡伫咧路口，车头互火车甲划过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也毋过火车因为安尼延误1点外钟，在地人讲，这个路口。 东边往西边倒弯的方向，甲公路的青红灯无同步，都是道路的设计有欠点，所以不时都有驾驶红卡伫这个所在。讲今年至少已经发生10件类似的意外咯，希望代替会当赶紧来改善。火车来向一台二色自用的卡伫滨高道，直接就弄落。 火车赶紧撞落来，确认状况，发现讲车头已经歹去啊！警方到现场了解，这个驾驶讲是滨高道的安全沟有问题。我想说有一台车赶快冲过去，我想说很危险，万一火车来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我已经开来这边了。 代志发生伫昨暝，花莲吉安乡的稻香村的滨高道，当时车主看到对面的沟仔已经降落来，向打档啊，全咧卡条咧，警铃甲喇叭拢有弹，这个红灯嘛有倒。驾驶质疑讲，这是沟仔降落来速度有问题，才会造成这个意外，加在无人伤亡。因过附近的人讲，这款代志真接发生。我要睡到一半，一声是这样。很大声吗？当然会。之前也有发生过这样的。有啦，很经常。这一条是最长。 每一天好几次。原来这个路口滨高道有较长，又搁行，真个驾驶刹未过就卡条咧。敢若今年1月份到8月份，都发生类似案件超过10件。那列车驾驶检认以后仍然不及，然后撞上该自小客，该名女驾驶只受轻伤。那全案我们依那个公共危险罪移送。 路口对向这个安全沟的联动，民众质疑讲有问题，指出讲驾驶未负反应来弄到，这根本是死亡的陷阱。发生这一摆公安意外嘛引起民怨，认为讲代替应该出面说明，赶紧改善，避免更加严重的意外发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